歡迎鎖定我哋嘅頻道，每日最新新聞熱料搶先睇。提及麥嘉，多數人嘅腦海中就會浮現出最佳拍檔入邊嗰個光頭晴亮、風趣機敏嘅光頭神探。佢用獨特嘅喜劇風格定義咗香港80-90年代嘅喜劇黃金時代，同泰迪羅賓、黃百鳴等人組成嘅新藝城七怪，更加係締造咗無數票房神話。然而呢一位曾經企喺港娛頂端嘅傳奇人物，晚年就因為一場風水迷局，陷入咗人生嘅低谷，家財散盡，炒樓失利，差啲破產。兩段隱秘嘅婚姻、阿仔人生嘅選擇以及自身嘅身體狀況，都成為咗大眾探索嘅焦點。如今已經年過80嘅麥嘉，早已經退去娛樂圈嘅浮華，喺歲月沉澱入邊就活出咗別樣嘅姿態。邊個都冇諗到呢一個畢業於紐約大學、曾經係電子工程師嘅高資藝人，會陷入呢個封建迷信嘅坑入邊。1991年，新藝城影視公司宣布解散，深耕娛樂圈多年嘅麥嘉對影視行業漸生倦意。恰逢香港房地產市場迎嚟黃金嘅暴漲期，佢果斷就轉身投入炒樓嘅大軍，憑借住精準嘅眼光同埋前期積累嘅資本，麥嘉嘅房地產生意順風順水。資產喺短時間內都大幅增值，彼時嘅佢風光無兩，就算脫離咗演藝圈，都依舊係香港商界少有名氣嘅投資人。但係呢一份順水就令到佢逐漸迷失，滋生咗急功近利嘅心態，而迷信風水嘅執念成為咗壓垮咗佢財富帝國嘅第一根稻草。麥嘉嘅迷信並唔係一時興起嘅。據圈內人士透露，佢早年就喺演藝圈打拼嘅時候，就對風水算命有所涉獵啦。只不過彼時事業繁忙，並未過度沉迷。退出演藝圈專注投資之後，面對資本市場嘅波詭雲詭，佢越發渴望揾到捷徑，就開始頻繁咁樣接觸風水大師同埋算命先生。有一位所謂嘅玄學高人同佢斷言，如果想要財富翻倍，就要將全部嘅資產投入股市。尤其係要重倉港股地產、金融股，仲話佢嘅命理同股市相生，全倉入市一定可以暴富。更加荒唐嘅係呢位大師仲為佢佈置咗專屬嘅風水局，令到佢喺屋企入邊擺放特定嘅擺件，甚至要調整作息時間以契合財運。被財富幻象沖昏頭腦嘅麥嘉對大師嘅話深信不疑。唔單止將炒樓賺嚟嘅千萬身家投入咗呢個股市，仲不惜加槓桿借貸，借圖係撬動更加大嘅收益。佢全然拋棄咗工程師嘅理性同埋商人嘅審慎，既不研究市場走勢，都唔設置止損線，將所有嘅希望寄託喺虛無嘅風水之上。然而命運嘅玩笑嚟得猝不及防。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港股暴跌超55%。麥嘉重倉嘅地產、金融股應聲崩盤，股價一瀉千里，佢嘅賬戶近乎清零，多年嘅積累財富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呢一場風水迷局令到佢徹底咁樣家財散盡，唔單止輸咗全部嘅積蓄，仲孭咗巨額嘅債務，由雲端跌入泥沼。股市嘅慘敗牽動咗佢嘅炒樓生意，金融危機引發咗房地產嘅市場低迷，令到佢手中嘅房產難以變現，甚至係出現咗大幅嘅貶值。原本用嚟周轉嘅資金鏈徹底斷裂，麥嘉一度陷入絕望。巨大嘅財富壓力同埋心理落差令到佢多次萌生自殺嘅念頭。最艱難嘅時候，佢甚至諗過跳樓了結一切。幸得身邊嘅親友及時開導同埋陪伴，尤其係屋企人嘅不離不棄，令到佢逐漸走出陰霾，接受咗由富豪到負債者嘅身份落差。為咗償還債務佢就變賣咗手中僅剩嘅貴重物品，告別咗以往嘅奢華生活，開始重新規劃人生。呢一場因為迷信引發嘅財富浩劫，唔單止令到佢嘗盡咗世間冷暖，更加令到佢對人生有咗全新嘅認知。相較於跌宕起伏嘅事業，麥嘉嘅感情生活始終係保持低調嘅。兩段婚姻都甚少為外界所知，甚至連配偶嘅具體信息都未曾公開，盡顯佢對私人生活嘅保護欲。佢嘅第一段婚姻始於事業起步嘅階段，彼時嘅佢仲未曾借呢個光頭強嘅形象走紅，仍然係喺影視圈摸爬滾打嘅。呢段婚姻陪伴咗佢度過咗創業初期艱難歲月，兩個人相互扶持，見證咗佢由工程師到電影人嘅轉型。但係隨住麥嘉事業逐漸走上正軌，
工作呢就越發繁忙啦。聚少離多嘅日子令到兩個人之間嘅隔閡漸深，最終都係走向離婚。關於呢一段婚姻嘅結束，麥嘉從來未對外提及原因，只係偶爾喺採訪嘅時候隱晦咁樣表示係時代同埋距離令到彼此漸行漸遠。離咗婚之後嘅麥嘉將全部精力投入咗新藝城嘅發展入邊，直到事業達到頂峰先迎嚟第二段嘅婚姻。佢嘅第二任妻子呢並非圈內人嚟㗎，性格溫暖內斂，同麥嘉嘅外向風趣形成咗互補。呢段婚姻呢令到麥嘉感受咗久違嘅安穩，兩個人共同度過咗一段平靜幸福嘅時光。亦都正正係喺呢段婚姻入邊，麥嘉迎嚟咗仔仔嘅出生。然而好景不長，喺麥嘉因為投資失利陷入咗人生低谷之後，呢一段婚姻呢都出現咗裂痕。巨額嘅債務帶嚟生活嘅壓力，麥嘉低落嘅情緒狀態都令呢一段感情不堪重負，最終係以離婚收場。兩次嘅婚姻失敗令到麥嘉對感情更加謹慎，晚年更加選擇獨自生活，唔再談及感情話題。麥嘉唯一嘅仔仔曾經係大眾關注嘅焦點，尤其係2019年仔仔結婚嘅時候，75歲嘅麥嘉親自出席婚禮，依舊係標誌性嘅光頭形象，引發咗網友對光頭強近況嘅熱議。值得一提嘅係咧，好多人誤以為曾經喺最佳拍檔系列入邊飾演光頭仔嘅童星黃家明係麥嘉嘅親生仔，實則不然。黃家明只不過喺片場飾演麥嘉同埋張艾嘉嘅仔，兩個人呢淨係合作關係，並非血緣親屬。麥嘉嘅親生仔啦，由細就遠離娛樂圈噶啦，喺麥嘉嘅保護之下過住普通人嘅生活，並未因為爸爸嘅名氣而受到過多嘅打擾。如今麥嘉嘅仔仔步入中年，早已經成家立業，育有2個小朋友，令到麥嘉呢都開始享受天倫之樂。同爸爸嘅傳奇經歷唔同，佢嘅仔仔選擇咗遠離聚光燈嘅平凡生活。早年呢曾經轉行做起水果生意，後嚟就移居珠海，投身房地產行業，成為咗一名嘅房產經紀。珠海嘅慢生活令到佢遠離咗香港嘅喧囂，亦都令到佢更加可以陪伴家人。據悉，佢喺珠海嘅生活安穩順遂，憑借住自己嘅努力站穩咗陣腳，甚至有能力購置2000尺嘅豪宅，生活無憂。雖然呢父子倆平日都會保持低調，但係關係融洽。仔仔會定期探望麥嘉，陪伴佢安享晚年。呢一份平淡嘅親情成為咗麥嘉晚年最珍貴嘅慰藉。經歷咗財富嘅大起大落，婚姻嘅2次變故，麥嘉嘅身體狀況成為咗大眾關心嘅話題。如今已經年過100歲嘅佢，身體啦雖然已經唔會好似年輕時咁硬朗，但係整體狀態尚可，精神抖擻，依舊保留住標誌性嘅光頭形象，依稀可以睇得出當年光頭神探嘅風采。早年投資失利嘅打擊曾經令到佢嘅身體一度亮起紅燈，長期嘅焦慮同埋壓力導致佢嘅睡眠質量下降，甚至出現咗一啲老年嘅慢性疾病。但係喺屋企人悉心照料同埋自身嘅心態調整下，佢嘅身體都逐漸好轉啦。麥嘉嘅晚年生活呢十分低調，大多嘅時間都係喺屋企㗎，偶爾就會同老友相聚。2016年，佢應好友洪金寶嘅邀請，客串咗電影《我的特工爺爺》。呢個呢算係佢近幾年為數不多嘅公開亮相。雖然戲份唔多，但係依舊呢令到觀眾感受到佢嘅喜劇魅力。除此之外，佢幾乎係徹底淡出咗公眾視野，唔再參與影視創作，都好少接受訪問。閒暇嘅時候，佢會養花、種草、讀書、睇報，有陣時都會出門散步嘅，過住簡單而規律嘅生活。相較於後生嘅時候嘅追逐名利，晚年嘅佢更加識得享受平淡生活嘅美好，心態啦都越發平和豁達。回顧麥嘉嘅一生，可謂係跌宕起伏，充滿咗傳奇色彩。佢曾經係引領港片潮流嘅喜劇鬼才，憑借住最佳拍檔、鬼馬智多星等作品家傳戶曉，獲得咗金馬獎嘅最佳導演獎，成為咗無數觀眾心入邊嘅喜劇標杆。佢都曾經係野心勃勃嘅投資人，喺房地產市場斬獲頗豐，但係就因為迷信風水，差啲破產自殺。兩段婚姻嘅都留下遺憾，但係都令到佢學識珍惜親情。仔仔安穩嘅生活成為咗佢晚年最大嘅牽掛。如今嘅麥嘉早已經褪去當年嘅光環同埋浮躁，喺歲月嘅沉澱入邊揾到內心嘅平靜。嗰啲因為迷信付出嘅沉重代價，嗰啲事業同埋感情嘅起落浮沉，都成為咗佢人生路上寶貴嘅經歷。雖然晚年未能重現當年嘅輝煌，但係佢用平和嘅心態接受咗人生所謂嘅饋贈同埋考驗，喺平淡嘅生活中安享晚年。
對於呢位陪伴咗一代人青春喜劇嘅傳奇，我哋或者唔可以再喺熒幕上面頻繁見到佢嘅身影，但係佢留低嘅經典作品同埋嗰段跌宕起伏嘅人生故事，終將會被歲月銘記。而麥嘉都會用自己嘅經歷告誡世人，所謂嘅風水捷徑不過係虛無嘅幻象，唯有腳踏實地，保持理性，先可以守住人生嘅底色。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點個關注，我哋下期不見不散。